今日看云林县哦，一日大约是有30栋的喷，因为发现非洲猪这个病毒，即马全台湾是禁止用喷来饲猪。云林县的环保局表示讲，会来拜托南亚对肥场增加一条处理喷的生产线来处理这个喷。 清洁队员把店面的喷回收了，会先做油水分离，结果把喷送去6间南亚堆肥厂处理。不过最近受到非洲猪瘟影响，全台湾禁止用喷饲猪，清洁队喷的量增加真多。我们预估的话，已经超过150家，那个量很多啊。我们区划的地点就是在6轻嘛，啊，我们进去的话，我们只有一台那个厨余车在转运，啊，厨余车在转运的话，一天只有1台而已，所以说我们也很担心啦。如果量进来的多，出去的少的话，我们会堆砌在我们这边。好买清洁队讲，像好买店，每天喷的量差不多10吨。不过疫情了，真侪店甲清洁队签一般需要飞机杯大程度合约，所以每天的喷量会增加。云林县环保局为了要解决喷的问题，甲南亚堆肥厂协调增加气化散线。 公所或者其他事业外运回来的话，可能每天会再增加10到15公吨的一个厨余量，所以我们局长的话就非常的快速的话去跟南亚这边做一个协调，希望他把原来的一个旧厂的话也开启这条产线，所以说我们每个月的一个处理量可以从原本的900变成1800。 环保局讲，经过协调，南亚堆肥厂已经启动第2条喷堆肥产线，把本来一天30吨的喷处理量能增加到一天60吨。 喷的气化由管府统一调度，把喷转化成这肥料，减少管理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